咁啊，最近咧就即係有個消息咧，就有位武打明星咧梁小龍咧，咁啊患病咧就離開咗。咁我諗起梁小龍其實就都係我幾中意嘅一個嘅武打明星嚟嘅嚇。咁啊，記得我印象中咧第一次睇梁小龍咧，就係以前佳藝電視製作嘅一套電視武俠電視武俠電視劇集嘅《射雕英雄傳》啊。咁亦都係我人生第一次接觸《射雕英雄傳》，識呢個故仔咧，就係佳藝電視就睇嗰個版本嘅。咁記得就係梁小龍咧就做楊康嗰個角色嘅。咁即係好有印象就係梁小龍話嗰啲功夫好犀利啊，打嗰啲腳啊飛到好高，即係嘅功夫啊嗰啲演出啊。但係佢嗰個版本咧，就嗰個楊康嗰個版本咧，就同後期做嗰啲嘅好，即係嗰啲版本好唔同。佢個版本比較硬功一啲，硬橋硬馬，個人好，即係個人都好明朗嘅性格，都係好剛烈嗰隻。同後期80年代啊無線嗰套版無線版嗰個嘅記得好似係苗僑偉做嘅版本咯，比較陰柔少少，個角色係好即係個對比好大。咁係咯，即係人生都好快喎，因為其實轉眼間嗰套劇我冇記錯，應該係好似梗係電視做嗰套劇係1970幾年，唔記得咯，小學嗰陣時間就大概係咪76啊嗰啲76、77嗰啲咁上下啩，唔記得。咁係好即係轉眼間幾廿年人生就好快學咯。咁其實就梁小龍走都就唔係好大年紀啦，70。咁有時人生即係幾慨嘆啦，咁匆匆咁樣就即係就過咗咯咁樣。咁係可惜嘅，咁即係呢個咁好呢個武打嘅演員啊，咁好就行啦走咗咯咁。咁係啦，即係都有份即係懷緬啦，係嘛？咁記得嗰套佳藝電視嗰首嘅主題曲《射雕英雄傳》嗰首嘅主題曲咧，好好聽嘅，我成日都唱呢隻歌。後期就許冠傑就改咗，叫《打仗英雄傳》。咁原本嗰隻歌就係《射雕英雄傳》咧。咁啊，趁呢個機會懷緬下梁小龍，又玩呢首歌啦。咁曲詞就我睇個版本啊，作曲係劉傑先生啦，咁啊詞又劉傑，咁唱嘅林樂先生唱嘅。咁聽聞就劉傑同埋係啲曲詞都劉傑嘛。咁唔知聽聞就係劉傑其實即係以前黃霑啊霑叔嗰個嘅，即係又係藝名定係點樣？嗰啲人用黃霑咧，我就唔明，都唔搞得唔清楚。我都係聽翻嚟，都係睇翻嚟一個嘅版本啦。就話其實曲詞都係黃霑寫嘅，不過佢冇重自己嘅名解。咁又 cover 呢首歌玩下啦。絕招好武功，18掌一出力可控，大顯威風，男兒到此是不是英雄？誰是大英雄？射雕彎鐵弓，萬世聲威震南北西東，為這風共，男兒到此是不是英雄？誰是大英雄？一陽指下武功，東邪西毒難為不蓋中神通，好覺正超光榮，誰人究竟是大英雄？練得堅忍，大勇自宮過海永不居功，義氣衝霄
立地地天是大英雄，才是大英雄。大英雄咧就其實唔一定硬橋硬馬嘅，唔一定好好功夫嘅。我哋喺一啲細節嘅部分做好自己，其實都係一個大英雄嚟。唔知大家覺得係咪咧？